高总啊，稀客啊，二位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摩天的高总，目前正在负责我们大龙上市的案子，年轻有为啊。王总，百博的林总下午遇到的事情，你安排的吗？二位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咱们今天就到这儿。这样，明天我做督，咱们继续好吧？陈主任，帮忙送一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二位，咱们改天，安总啊，下次继续。高总啊，这么晚了不下班，跑这搅黄我的局，什么意思？回答我的问题。怎么了？你跟秦总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哎，不是，高总，你别误会啊，是因为之前摩天也有代表来过，他们权限好像比你更自由一些。我怎么听说今天高总连要下旧资料也被拒了？他们怎么能这样呢？陈主任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！不是，我这不听说的吗？既然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坐到这个位子，你也是个聪明人。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没错，今天下午大龙楼下那件事儿，的确是我干的。哎，高总，别冲动，别说。我那也不是无端挑衅。林沃那个人事调整方案一出来，大龙那几个核心部门，还有哪个能坐得住？我以为你跟林沃，那就是办公室闹点绯闻。我再次向你道歉。别走的。高总，考虑一下，咱们合作。我知道，大龙的案子对摩天的战略布局十分重要。现在鼎和来插上这么一脚，摩天一定十分不开心吧？你现在处处受限，难以施展拳脚，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。其实咱俩现在的处境差不多。如果咱们合作，我保证让你达到你的目的。如果下午你跟我说这个事情，或许我可能会答应。现在不可能。高总啊，别这么着急拒绝嘛。我知道，你现在呢是在气头上，好好考虑一下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